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任職食店嘅內地男外僱聽聞自己即將被解僱，竟然向僱主發放多條恐嚇訊息，聲稱大刀並要對僱主不利。僱主擔心人身安全，前日中午報警求助。治安警同日下晝3點幾喺關閘口岸截獲準備離境嘅涉案男子，並喺行李中搜出一把刃長約16厘米嘅金屬刀。涉案疑犯姓蘭，男，20幾歲，內地外僱，報稱食店雜工。治安警前日中午接獲報案，事主稱早前收到蘭某發放恐嚇訊息，對方當日亦都未按時返工同失聯，擔心有人對自己不利，故向警方報案。警方鎖定疑人身份之後，同日下晝3點45分喺關閘口岸截獲蘭某。經調查，蘭某稱早前聽聞僱主有意將自己解僱，一怒之下向僱主發放恐嚇訊息，並從廚房偷走涉案刀具，企圖威脅僱主盡快結清剩餘工資。治安警指雙方都未透露有結怨情況，而蘭某表示純粹因為將被解僱而要挾事主。警方以恐嚇、盜竊同埋禁用武器罪對疑人蘭某移交檢察院跟進。